好用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办人侯国明，登去到台南北门的故乡，发放534万的当年慰问金，总共有2421位北门、将军以及客家区的弱势民众得到帮助。侯国明创办人表示，基金会已经连续11档在北门区举办当年慰问活动，这届慰问金发放的对象是真三个区的中低收入户、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，希望借此会当抛砖引玉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帮助弱势民众渡过难关。这个运动我是希望会当推广啊，来到这个社会，起出社会，用出社会，企业界应该是爱叫这个每一区的乡镇会当来办这个冬令救助，而且这上有意义，应该是起出社会，用出社会，帮忙这需要帮忙的人，尤其是这冬天到，咱更加爱予伊温暖，这是咱社会人应该爱做的，今仔日主要是抛砖引玉，我来推动这个运动，来予咱的全台湾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来推动这个活动，冬令救助的活动，希望台湾各界的企业界能够来共同来办这个每年的12月冬天一到我们就办冬令救助，这样好不好？希望大家支持。发放的会场有创办人侯伯明董事长、曾启源、欧丁才、启源陈坤和，以及北门、客家将军等3区的区长，拢出席参加这届活动。陈坤和议员表示，非常感谢侯伯明董事长3位兄弟啊，捐款成立的好用都基金会，伫每当寒冬时节，关怀地方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的善行义举。好用都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以来，发放的善款累计高达2亿3000万。创办人表示，出资社会，用之社会，未来也会持续一直发落去，为帮助弱势尽一份心力。台南新闻何乔邦采访报道。